后来这个大学的学测公布，新竹的德东高中有一个黄同学录取清华大学的艺术甲设计系。伊自细汉就真爱画图，妈妈过身了后，甲对妈妈的思念画出来，就靠着这个作品顺利录取第一志愿。也彩色笔伫纸顶面慢慢啊画，伫画图的过程中，伊眼神真专心，嘛流露出对艺术创作的热情。他的头上就是一个蝴蝶，代表着一只承载那个梦想的蝴蝶，然后带着我前往梦想的道路上。前往梦想的道路一般拢无遐简单，爱创作的伊，高中就读美术班，抑过国二迄一年，因老母得着灵感，所以讲毕业后，伊放弃新竹女中的美术班，读离厝较近的高中，嘛方便陪因老母。抑过去年因老母游玩，拼袂过病魔来过身。黄素瑜将对老母的思念转化成为创作的力量，嘛，可以透过作品申请清华大学的实税计划。当天就是妈妈晚上有就是来告诉我说，就是要我不要担心，就是因为我有努力过了。本来是彼此校宝尔，和这个黄素瑜真着急，抑过冥冥中好像就感受到老母的鼓励，最后可以顺利录取第一志愿。未来伊嘛希望讲，唔来使继续创作，佮希望会使做一个美术老师，继续传送正能量。